出钱，市府征收甲复兴路的情况无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台中市中区的民族路最近是出现真侪大小拢无共的机车格，有的甚至是比汽车的停车格还阁较大。原来这是因为即卖机车外形较侪变化，所以市政府是当咧试办，要来画出无共大小的停车格，会当方便人使用。涂骹写着机慢车停放区，但是斟酌看，机车停车格有大也有小，有的甚至比一般的汽车停车格范围还阁较大。台中市中区民族路绿川东街到自由路路段，最近是出现超大的机车格，传统的架仔线无去啊。民众对于新措施大部分拢无了解，看法也无同。一般骑摩托车的人，他稍微可以再多放一两台。你现在突然变成这样的话，没有宣导，然后就变成说，有时候开车没注意的话，他稍微大一点，你会把它当成它是汽车停车格。台中市府表示，传统的机车格跨度大约1公尺，一届干会当放一台机车。考量机慢车外形愈来愈多元，车身跨度无同款，为着增加机车停车量甲停车的弹性，今年6月开始选定民族路为17位新型机车格，为着避免用路人停唔到，除了伫咧标线外口画有机慢车停放区的字样，格仔内底也有加画指示的箭头。停管处这边呢，就是配合养工处，在做路面重铺的时候，直接把整个机车格，然后改由用机慢车停车区方式进行示范。所有的机车或是自行车的车身大小，那自由选择适合的空位去停放车辆。停车时务必注意停车格、停车车种，依规定停放车辆，以建立友善无碍的环境。违规停车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罚款。交通局表示，试办的机慢车停放区也会当停自行车，后续会将车架标线染色，让用路人更较容易区别。记者台中报道。宜兰大溪的圣母山总步道一